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今天是玉山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，要来分享。那在今天这个主日，我们也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让我们在礼拜的一开始，一起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音乐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来拍手，一起欢呼。小山都要来赞美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来赞美，太阳与河流起来赞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；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；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；哈利路亚。喜乐的诗歌，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，我要欢呼赞美他，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；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；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我要唱，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再一次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，哈利路亚，我要跳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大声欢呼赞美。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，哈利路亚。喜乐的诗歌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用我们的全心来到你面前，主，你圣灵就已经在这里。主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，我们更多的邀请你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
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神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神说：“主，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将生命献给你。”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们要追求你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就在这世上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分辨是属你的还是属这世界的。愿你的圣灵更多能够来对我们说话，也让我们愿意有一个愿意倾听的耳，能够来跟随你的脚步。主，我们在这时候再一次用这首歌对你来说，主，我们要追求你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。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，赏赐在你，舍去在于你。也许曾渴望拥有，但你要我
慢学习放手，在每一分钟。现在我已经不同，生命属你，不属于我，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。在这时候，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，我们有什么是我们紧紧抓住，但这时候我们愿意将这一切献上给我们的神。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。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。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，赏赐在你手，取在于你。也许曾渴望拥有，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，在每一分钟。现在我已经不同，生命属你，不属于我，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。也许曾渴望拥有，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，在每一分钟，现在我已经不同，生命属你，不属于我，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向你献上我们全所有。主，我们仍然紧紧抓住我们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抓住这世上的权势，抓住金钱，抓住我们所爱的人，抓住我们所想要的。但我们却没有手去抓住你。主，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宣告，我们愿意将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。因为在这世上，如果没有你，其他事情都没有意义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过去可能渴望拥有很多的东西，但主，你要我们学习放手，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时间更多的来给你。主，这世上的一切都在于你，包含我们的生命，包含我们的一切。主，愿我们能够将我们这一生为你所用，无论我们是全职服侍或代职服侍。当我们愿意将我们全心献给你的时候，就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活出你的荣耀，让人看见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将我们的软弱能够有一个地方，能够有一位神来倾听我们诉说，我们也能够有依靠。
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祷告不足，让我们一起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